暖暖曾文溪，咱来故事串联地。今仔日个故事讲到，伫我挂了后的田园情景。观众朋友敢知影，过去的农业社会，伫我挂起来了后，会放一种动物落去田地，一方面捡一寡腊米仔，一方面佫会当甲田地下肥。你敢知影是啥物动物？这部上入去，咱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吉老师为大家说分明。世界科技行进步，台湾文史学环科。鸭田得当，俗语讲一粒米一粒汗，一粒米24粒汗，一粒米8粒汗，一粒米清地汗。这俗语拢是咧讲，修成一粒米切，就爱流汗接笔，艰苦来的，就爱珍惜米饭一粒，嘛就爱捡起。拍算五国会互雷公共事，是真严重的代志。但是咱收冬期挂切啊，难免会落离，有善食人会来捡切碎。若落伫田底切粒啊，就无可能用手安尼一粒啊一粒甲伊捡起来，这就爱靠鸭米啊去捡后。台湾真侪庄脚所在，加减拢有人咧饲鸭，有真侪人饲土生啊，就是菜鸭，嘛有人饲卵鸭，就是生卵鸭，就讲鸭无阵。收冬期，鸭阵会使赶去切仔挂了的空田去捡切粒。普通伫挂切仔期进前10外天，饲鸭的人就会生入鸭囝来饲。挂切仔期开始，就甲这个10外公大的这个鸭桃啊，赶落空田，赶落这个切仔挂起来迄个切田呢，去讨食。切仔挂了后的空田有真侪老米仔的切粒，嘛有大稳草莓啊，嘛有真侪田梨啦、石梨啊、土沙河柳啦，水鸡啊等等，有的咧是原本在大，就是讲本来伫田里就有的，有的是淹水淹田对准高水流来的，食的拢是鸭爱食的好料。知影时，饲鸭的人甲鸭赶落田，安尼一区收过一区，黄昏暗就赶转去鸭寮，规工讨食无停，运动够够。搁再兼营养丰富，这鸭咧大了真紧，亲像咧奔放共款。这款鸭呢，勇健、求新、肥嫩，这若卖出条上市价销是真好，真正受欢迎。鸭收田有花薄，鸭屎是天然的有机肥，有来有去，无啥相偏。饲精生啊，是趁土地公钱。伫8月15土地公生进前呢，伫阮庄里的饲鸭的人会寄付鸭田代金予土地公庙，这是古早传统留落来的风俗。另外一种刀冬饲鸭的经营方式，刀冬的冬是挂切仔的收冬，刀冬的刀字是葡萄的桃，草头换3点水。就是刀井的刀，是讲腊顶冬清互清气的意思。刀冬的刀咧，是咧讲鸭喙拉来拉去，摸落，鸭喙落食的动作。嘛有人讲刀咧是刀走的刀，就是四界咧耍位的意思。刀冬饲鸭，伊的规模有较大，
爱较济骹手公家管顾，一阵鸭几千只，嘛有几万只的哦。主要的是饲土生啊，就是菜鸭。共款咧挂七仔期进前，先入鸭囝来饲。挂七仔期开始，南部大城开始，就请拖拉库载鸭落去南部，放鸭米啊落田稻东，用鸭膏啊咧赶鸭，一区收过一区，一庄赶过一庄。流浪的生活是艰苦佮忝头，安尼对南渐渐往北，渐渐煞位，差不多稻东2个月为期，鸭身若像有上5-6斤重，就好卖啊。这个时阵，逐只鸭都圆滚滚、肥绿绿，出鸭真正抢市，价钱好，嘛真正好卖。伫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为了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祭祀甲重视，咱特别伫今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祭祀征文活动，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，踊跃投稿。今仔日要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台南市嘉里区的周文玲小姐，伊所写的《囡仔时代祭祀》，由王雅玲朗读，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三合院的祭祀。123木头人是阮细汉上接耍的。三合院空地啊，是囡仔人佚佗走小玉的天堂。跳街啊，搭四雪啊，顶甘露、酸德餐的，阁有骑马烧钱的所在，也是农作物收成的空间，更加是囡仔大细伫烧热的热人暗暝纳凉、泡豆、休困的天地。三合院内面充满人情味，伊轻轻啊踩伫这片土地，讲出遥远的历史，若像会当探过时空，感受祖先辛苦打拼的身影。便若拄着年节时啊，就是规家族总动员的时阵，外妈一个喊声，规家伙啊大大细细，大家拢随时等要斗款菜。大人囡仔的身影，伫三合院内面来来去去，做红菇粿、香茶、甲烧圆仔，又搁无用试试，又搁欢喜。厝边隔壁亲情50，平常时啊嘛拢会互相斗相共，亲像三叔公。逐摆拢会甲田里种作的收成分予厝边头尾，伊阁就爱泡茶请大家啉，是一个真好客的老大人。阮自细汉对咧看对咧学，嘛真惯势帮助别人，甲人分享物件。农家子弟朴实甲智慧，就伫这间三合院慢慢啊生团。景物原在，水源无情。住伫三合院的老伙仔人，拢去做仙仔，互人心肝内有淡薄仔感慨。囡仔时代甲时代之间，有一种切袂离的感情甲关爱。外妈身躯敢若剩200块，也会当去台东佚佗。阁有才调买100块银的四手仔，转来分予三合院内面的囡仔食。乐观看待世间，甲勇敢面对一切，这款人生的态度，互时势无形中产生力量。外公总是点点仔摕伫桌椅仔顶，
开始一个一个听收音机广播，自在满足。伊透早出门，日头落山就转来休困，无甲人计较，轻盈自在过家己的生活。旧草的壁，古早式的电视，也有外公的老风吹，拢已经几百年啊！年前卡透蓝笑声甲目屎，就安尼一代传过一代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只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高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。